大家好，我係風信子人。今次我哋嘅旅程係香港直飛廣島，自駕遊玩盡日本嘅中國地方，出發啦！我已經嚟到廣島機場啦，由香港直飛廣島大概4個鐘就到啦。嚟到廣島機場之後，行過天橋就可以去到租車櫃台啦。辦理完手續之後，就可以開車出發咯。咁而家就出發去神聖寺啦，大概揸40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香港同日本都一樣，都係揸右軚嘅，所以可以安心去玩啦。咁但係要留意翻行車嘅注意事項啦。去神聖寺建議行翻高速公路喎，咁過路費可以俾翻現金、信用卡或者用翻租車公司租嗰張 ETC 卡嘅，咁就好似香港嘅 HK E-Toll 咁，易通行咁，過閘嘅時候就會順暢好多啦。我哋嚟到神聖寺啦，呢度係一個可以體驗到禪宗思想嘅好獨特嘅寺廟，亦都好受歡迎嘅。入邊好大嘅，亦都有個好靚嘅庭院啦，同埋有啲好特色嘅充滿藝術感嘅建築嘅，亦都可以同時俾你放鬆心靈啦，同埋去感受呢個日本傳統文化嘅。咁而喺呢個含空院入邊呢，仲可以品嘗到抹茶啦、煎茶同埋和果子㗎。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望住個庭院。同埋咁靚建築，幾開心！哇，呢度仲有個浴室啊！我估唔到喺個寺院入邊，你竟然可以沖涼啊！哇，好靚啊！我真係未見過呢一種嘅風呂啊，好特別啊！呢座神聖寺。跟住我哋嚟到喺廣島縣福山市呢間日本料理店啊，叫做 Okumura。呢度氣氛好幽靜啊，每一款嘅菜式嘅擺盤設計都好靚，好有心思啊，同埋係用心烹調啊，加上每一個器皿咧都好靚，睇到我賞心悅目啊！拜拜。料理長親手去整俾我食嘅海鰻，呢個口感從未食過，好神奇啊！而且松茸咧，仲可以分成唔同嘅部分咧，即係令到你可以試到佢成個松茸嘅唔同嘅口感同部位，好香啊！我成個口都係松茸味啊！呢個咧就係神山牛嘅 Chateaubriand。咁樣一次過食嘅時候，你就感覺到哦，原來就算係松茸又好，都係有唔同部位、唔同口感啦、唔同味道啦。而個牛都係感覺到個好唔同嘅分別嘅。我覺得自己叻咗突然間。我哋今日開車去岡山縣啦！我哋而家嚟到喺岡山縣南部嘅牛昌橄欖園喎，喺呢個咁大嘅園區入邊咧，種咗約有2000棵嘅橄欖樹啊，亦都有橄欖商店同埋幸福之鐘。聽講咧，作為戀人聖地又好受歡迎噶。咁敲響3下咧，就可以帶來幸福噶啦！講到岡山縣啊，我即刻諗起最出名嘅晴皇香印提子啊！今次我哋嚟到石原果樹園，呢度全年有超過20種嘅唔同種類嘅提子，可以親身體驗採摘香印提子嘅樂趣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咁我而家就剪呢個啦！喂傻，哇，好大抽啊，好結實啊！喺其他季節仲可以採摘到梨同埋柿啊，幾靚，好大個啊！好，你見 Moss？ 好嘅，唔使解釋，聽到啦，甜到好似蜜糖咁甜，而食到佢第一口咧就有花香感覺，好好味啊！大家知唔知道啊？喺岡山縣倉敷市有一條好受歡迎嘅自駕路線喎，叫做咒語山 Skyline， 沿途仲有好多展望台。其中一個咧就係水島展望台啦，仲可以睇到被譽為日本夜景遺產嘅水島臨海工業地帶啊！今次雖然嚟嘅時候咧有啲落雨，但都好靚。如果停雨嘅話，應該仲靚啊！接下嚟我嚟到被認定為日本遺產嘅吹屋故鄉村啊！咁喺呢度可以體驗到變病染喎。咁變病係一種天然嘅素材啊，咁對身體冇害啦，大人同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安心。好靚嘅色，其實我就咁游上去咧，我都覺得已經好靚。跟住成塊布落去染啦，浸下塊布，再浸下粉紅色嘅染料上邊，好好喎！呢塊布可以染2隻色嘅，咁我就揀咗粉紅色同埋綠色。咁入面中間咧有少少 gradation 啊，
哎呀，俾我發，哇，個半圓好似蛋黃啊，半個月餅啊！喺驗完之後，仲可以喺條村度散下步啊！咁我見到側邊呢啲係赤銅色嘅瓦片咧，同埋下邊呢啲係便餅式嘅建築物，形成一個好一致嘅風景，真係好靚啊！一陣就可以去埋咖啡食飯添啊！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いしい。我哋而家揸車入咗去鳥取縣啦。哇，好靚啊！呢個位置就係可以睇到大山絕景嘅健掛卡展望台啦，真係好適合揸車過嚟唞一唞，同埋去埋個洗手間嘅，同埋可以免費泊車啊！我哋而家嚟到日本最大規模嘅花卉公園鳥取花回廊啊！喺呢度一年四季有唔同嘅花卉可以睇到，同埋有大山作為背景啊！哇！呢個位好靚，絕景位啊！睇下，開得好靚啊！哇！園區中間呢度咧，仲有座玻璃圓頂溫室喎，可以欣賞到椰樹啦等等嘅亞熱帶或者係熱帶嘅植物啊，仲有超過500棵嘅西洋蘭添啊！下一站嚟到小圓神社，又稱為黑神社喎，但仲有一個花名嘅，你睇下佢似唔似一棵西蘭花咁樣喺個田園上邊突出嚟呢？所以又叫做西蘭花神社啊！咁得意，去影張相先。西蘭花嘅內部呢，你會見到係有一座神社可以參拜一下嘅喎。嚟到啦！咁之後咧就再去揸車咧，好快就進入咗島根縣啦。日本只係剩翻12座嘅現存天守啊，其中一座咧就係呢度松岡城咯。2015年嘅時候被認定為國寶啊，咁大概係喺400年前起好嘅，一直完好保存到而家，真係好珍貴噶。入到嚟之後咧，就發現咗個井啊，而呢座井咧係全日本咁多座城入面唯一一座係有井嘅喎。哇！呢度好舒服，好靚啊，好高添啊！我發現呢一座天守原來係12座現存天守入邊呢係第3高嘅喎，所以係都居高臨下嘅 feel 㗎，而且係國寶5座其中一座，所以都係真係好犀利。好開心今晚可以入住到位於喺島根縣嘅湯之川溫泉啊！佢係屬於日本3大美人湯之一，而今晚住宿地點就係呢一間嘅草庵喎，佢係採用咗完全放流式嘅溫泉嘅，浸完之後皮膚超級滑溜啊！咁我哋一齊去浸溫泉啦，準備去變美人啦！其實今日亦都可以品嘗到使用咗島根縣食材去製作嘅創作和食啊，賣相又靚又好味啊！いただきます！哇，咁上晚餐好正！今晚其中一道好重點嘅菜式咧，就係島根黃牛啦，好腍啊，勁大架車碌啊！我哋今日先從島之站湯之川呢度出發，我哋嘅自駕遊之旅啦。呢度有好多新鮮農產品，同埋有手信賣嘅喎，仲可以浸埋粥湯添啊！哇！即刻醒神晒個人而家。我而家嚟到全日本最古老嘅神社之一出雲大社呢一度啊，擁有國寶嘅本殿同埋最大嘅注連繩啊！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咁相傳呢，所有嘅神明都會聚集喺呢一度，而且供奉嘅係結緣之神喎，咁所以大家都會嚟祈求結緣噶。呢個位置係我最中意嘅位置啊！喺呢個位置一掂嚿石，其實你會將呢度嘅靈氣吸入身體入邊嘅。呢個咧就係被認定為國寶嘅本殿啊，一定要參拜一下先。各位，我而家嚟到出西窯啦！呢座工房咧係喺1947年建成嘅喎，最大特色咧就係扒窯啦。喺日本嚟講咧已經越嚟越少噶啦，喺島根縣整係剩翻幾間添啊！我真係人生第一次睇呢個扒窯嘅咋，一邊就係放晒嗰啲陶器嘅作品啦，然之後就火燒佢啦，令到佢成為一個真正嘅陶器可以拎去賣。參觀完工房之後咧，仲想去埋呢一座咧無字聖館啊，係一個 gallery shop 嚟噶，可以參觀同埋睇下佢啲作品啊。
喺出西窯嘅範圍入邊咧，仲有間 bakery cafe 嘅，真係好好味。自駕遊嘅樂趣之一咧，就係可以一邊揸車咧，見到正嘅休息站就可以停一停休息一下啦。喺呢個位置啊，可以食到由島根和牛製成嘅漢堡啊、拉麵啊、雪糕，仲可以買到利用咗出雲食材去製作嘅手信。另外咧，最正就係對面嘅打卡位，風之千秋啦！你睇下幾靚，望住海邊㗎。哇，好靚啊！睇見，喂！我而家嚟到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啊，喺呢度可以得知到，原來係從16世紀去到17世紀初咧，呢度係成為咗日本最大嘅銀山喎。而且由於擁有良好嘅森林管理，所以到今日嗰個自然環境都保存得好好啊，被列入咗世界遺產嘅，而且亦都係亞洲第一個嘅被列入嘅礦山遺跡。呢一塊原來係真嘅銀嚟㗎，嚟到石見銀山點可以唔摸下銀嘅呢？ VR 銀山，我入咗喎！我見到個銀山啊！哇，好好啊！呢個可以俾我好似真係變咗礦工咁。哇！咁而家呢個咧就係石見銀山嘅地區之一嚟嘅。咁行街又舒服啦，同埋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築物啦，可以望到下面條村莊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呢個位置大家記住啦，上到嚟之後咧轉左邊就見到噶啦。我哋今日咧去咗群賢堂去品嚐佢午餐啊，入邊係古民家嘅風格咧，非常之靚啦，好有以前嗰種嘅味道啦，同埋又可以去參觀下佢哋嘅 shop 啦，去買下嘢咧，真係一舉兩得啊！接下嚟翻去廣島縣啦，由三次高速公路出入口咧，揸車3分鐘就可以嚟到嘅廣島三次酒莊啊！喺呢度可以買到由本地葡萄釀製嘅紅白酒啦，仲可以買手信啦，仲有餐廳同埋咖啡噶。入到嚟左手邊，即刻會見到個葡萄酒儲藏庫，哇！有好多 barrel 啊，好多木桶啊！嚟到酒莊，我梗係去試酒噶啦，而且係免費添噶。咁佢因應唔同季節咧，有唔同嘅酒可以試嘅。3次產嘅 Pione Budo， 哇，好甜啊！應該似果汁添啊，好味。今日嚟到最後一日啦，我而家嚟到呢個地方咧，叫做三景園啦。佢係以鄉村啦、山同埋海作為主題嘅，咁而且設有一座咧高達14米嘅3段瀑布，同埋有池上邊嘅呢個潮見亭啊，一年4季有唔同嘅植物可以欣賞得到。呢座三景園咧，原來係伴隨住廣島機場咧啟用嘅時候咧一齊開嘅，哇，真係好特別啊！呢個景觀喺入口嘅右手邊仲有一間暖咖啡啊。估唔到喺呢度可以嗌到抹茶啦，有咖啡飲，同埋有好多飲品揀嘅，同埋坐喺呢個位置可以喺度喂咁你嘅。Go， 我有食，我有食，一齊食。各位又翻到嚟機場啦，喺呢度有好多手信買啊，亦都有好多中國地方嘅特色手信，同埋有最具代表到廣島嘅手信就係豐傑饅頭啦。當然要慢慢行，慢慢揀嘅啦，盡情享受購物樂趣。今次香港直航嚟到日本嘅中國地方，租車自駕遊玩咗好多地方啊，包括感受到大自然、歷史、美食同埋人與人之間交流啊。今次係秋天嚟啦，咁但係其實其他嘅季節都有好多風景去睇㗎喎，所以好歡迎大家嚟自駕遊，尋找屬於你嘅中國地方。